LGV 2月，世界體壇盛事連珠爆發，一年一度全城矚目盛事強勢啟動，42.195公里嘅考驗，挑戰個人極限，渣打香港馬拉松。美國最受歡迎嘅體育運動嚟到終極決戰，最終邊隊可以喺歷史留名？第51屆超級碗，英超爭霸持續高燒，摩連奴同哥迪奧拿兩大名帥再決高下，誰勝誰負，一切還看曼徹斯特打比。歐霸盃戰線烽煙再起，踏入淘汰賽階段，多支著名球會逐戰對決，力爭出線。LGV 2月，運動節拍停不了，最強體育賽事連環上演。